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12，旧历的8月26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高雄一个4岁的阿弟仔，对着爸爸妈妈到亲戚斗去烘肉，结果有一个过路的负责人，竟然把这个阿弟仔算暗棍，而且是共算2届，算到这个阿妈棍有明显的伤痕。可怜的这个阿弟仔，代志经过1礼拜外了，也是困袂好，而且会开始来惊生份人。爸爸妈妈真唔甘，已经来提出着伤害的告诉。警方讲，这个负责人掠准家己的囡仔去互欺负，加上精神的状态无好，才会来动手。一群人伫咧顶仔骹喊肉，雄雄这名负责人挖过来，伸出手掟掉这个4岁查甫囡仔的阿妈棍。负责人的后生参边的大人发现了，赶紧来阻挡，但是负责人却是这个时阵再入厝来伸手。就是痛挣扎，然后他要加第2次。代志是发生伫咧高雄左营，当时这查甫囡仔参厝内底人来遮喊肉，成婚阿是的酒姓负责人参后生对遮经过，雄雄停落来一直看，突然间对这查甫囡仔来动手。如果是有持武器、颈部，就可能小孩子现在就不在，就晚上都睡不好。他很久没夜哭了，他就半夜爬起来就在那边哭。囡仔是受到真大吓惊，今晚暗时困也阁会喊眠，家长是真唔甘，决定要提出告诉。精神状况不佳，以为是他的小孩被欺负或是那种状况，所以他还会去抓力道拿捏比较不妥当。这名酒姓负责人确实是因为精神状况的问题，和相关单位来追踪。第一个动作就是回避，不要直接再去跟他对话。您如果想要更进一步保护这个个案，也保护我们周边的人的安全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卫生局。若是发现催婚人有奇怪的动作，保护家己上好的方式就是闪较边仔咧，避免冲突，也可有纠纷。